后来乡亲啊，今仔日2月2日是世界母语日。台北市教育局伫全台湾走上大省，推出第一个闽南语的线顶游戏，用12生相来设天象，只要选定角色，就会当来哪比赛哪学台语。 真好听，讲母语，大家讲的敢有比唱的较好听？是谁会讲台语吗？阿公阿妈。阿公阿妈，那你听不听得懂？一点点。一点点嘛。那如果听不懂，都怎么办呢？问爸爸什么意思啊？我吃饱了。我吃饱。对，我要去上学了。我去。 阿嬷咧讲啥，有时阵拢会听无，以后若无想要麻烦爸爸妈妈做翻译，来耍这个线上游戏。碰气，个性活泼，梁少爷，过去的缘投仔送。 12天将战绩，台北市教育局独步全台湾第一个闽南语线上游戏开箱了。上紧3月上线对决，对12生肖天将当中选定家己的角色，就会当甲对手 PK 先变现。野球比赛结束，合照讲完，9点10个人。给人。这个游戏带我就跟阿嬷一起玩的意思。对，我觉得可以跟阿嬷一起啊，阿嬷可以教他的内容。 但是孩子可以用科技的应用来做个结合，发挥1+1大于2，或是1+1大于3的这样的功能。阿兄拍小提要一个地号名，高雄啊，哥哥最雄的那种，我较使落去。你爱乖，爱听阿嬷的话，都爱听阿嬷咧讲啥物话。